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新冠病毒的疫苗。虽然指挥中心来透露有机会买到3000万剂，但是上紧嘛要等到明年3月才当来做，而这进程是袂当来代议。像这个俄罗斯芭蕾舞团最近来台湾表演，解除隔离了后采检，才发现其中有4个人确诊，也毋过因已经出关开始彩排拍照，而且嘛无挂喙罨。专家讲，虽然确诊者无症状，病毒量嘛低，但是也是有传染的风险。疫情指挥中心今仔日公布国内增加8例确诊的病例，其中就有舞团其他的人来确诊，其他无确诊者嘛是接触者，所以要再一次来隔离检疫。后续的表演嘛全部取消。卫生部长陈时中出席展览活动，甲你讲，俄罗斯的芭蕾舞团除了今日一天有4人去围着，今仔日有人确诊。那后续既然再有演出，那大概这个舞团在台湾演出的机会大概就没有了。所以取消他们后续的相关演出。后续就是不行再演出了。莫斯科芭蕾舞团的成员总共有52个人，11月底到台湾14届隔离采检，10日有4人确诊，其中有人敢若无自主健康管理挂喙罨，像讲排练的时就无挂，出入2厅院门口有人呢喙罨是扭到下颌，敢若有人去东区的百货公司附近。任何有带病毒的人，如果进来台湾，他没有做好个人的防护，传播病毒给我们台湾社区的风险啊。在自主健康管理期要做表演的话，就是变成必须要戴口罩，要然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，这样的话才是被许可的。专家认为，确诊的舞者拢是无症头的感染者，病毒量较少，造成台湾社区感染的机会较低。不过嘛，袂使大意。而且虽然讲团员出关有采检，扣除阳性的舞者，其他共款有假阴性的可能。就讲病毒因为因安尼传出去，是讲共款是为外国来的，甲伊港确诊比较起来，敢若对舞团防疫标准比较较灵。移工是直接进到家庭里面去，那这些表演的艺术团体，他毕竟是在舞台上面是做表演的。但市长表示讲，目前有针对因出入的场所做清洁、甲消毒，并且进行疫情的调查。就讲讲一无简单重新开放国际艺文活动，所有病毒有机会侵入。